好高興可以透過今次影片同大家介紹運動喺治療糖尿病嘅重要性同埋好處。世界各地好多嘅醫療組織都有提倡，適當嘅運動可以幫助糖友控制體重、減低身體嘅脂肪量同埋增加胰島素敏感度，同時都可以透過增加肌肉量去提升新陳代謝率，令身體更加容易消耗多餘嘅血糖。今日都好希望可以同大家推介幾個下肢運動。開始運動之前，請先留意以下幾樣事項。安全注意事項。做運動嘅時候，我哋應該選擇啲乜嘢衣着？大家要着一啲適當及寬鬆嘅衣物，令到身體關節可以自如活動。太熱或者太凍嘅天氣都唔適合進行肌肉鍛煉運動，可以選擇喺室內進行運動。選擇喺咩時間進行運動會比較合適？建議喺餐後1至2小時內運動，咁樣更加有效降低血糖。應該選擇啲乜嘢輔助運動器具？選擇一啲穩陣嘅家私，例如台或者凳，用作依靠，防止跌倒。亦都可以選擇一啲阻力橡筋帶、啞鈴、沙包、水樽之類嘅物件作為重量。阻力橡筋帶通常會喺復康店或者運動鋪有得賣。注意橡筋帶顏色唔同，阻力亦都會有唔一樣。可以因應自己嘅能力去決定選擇一啲適合自己嘅橡筋帶。點樣有效又安全咁進行運動？運動前記得要做熱身運動，注意運動嘅時候保持呼吸暢順，切勿閉氣發力。做運動嘅時候，我哋亦都要量力而為，可以喺決定運動下數嘅時候參考10RM 原則，即係選擇一個重量你可以應付到第10下，而且感覺有負擔，好難再做到第11下。呢一個重量就係你嘅10RM 啦。開始運動嘅時候，我哋可以選擇10RM 作為你開始嘅磅數，等身體慢慢適應。另外，需要注意血糖水平。運動前後檢查血糖。運動前要保持良好嘅水分攝取，避免脫水。運動過程中，如果出現咗低血糖嘅症狀，例如飢餓感、出冷汗、頭暈、心悸或者其他不適，應立即停止運動同埋檢查血糖。如果血糖低過4度，應該要即時處理，例如飲半杯汽水、果汁或者食3粒糖。每次運動前後要檢查腳部嘅皮膚，注意有冇傷口而唔為意。接下落嚟，我哋將會介紹幾種下肢嘅運動。我哋需要嘅器材包括一張穩陣同埋有椅背嘅凳，同埋一條橡筋帶。先站在椅子後，雙手扶穩椅背，慢慢向下蹲，屁股向後翹，膝頭哥應該喺腳趾嘅上方，切忌向內或者向外轉，保持3至5秒，重複10次。先企喺椅子後邊，雙手扶穩椅背，將雙腳趌高，保持3至5秒，重複10次。先企喺椅子後面，雙手扶穩椅背，將膝關節向後屈曲，維持3至5秒，重複10次。
先將阻力帶對接，然後綁單結。將阻力帶固定喺雙腳上邊，撫平就接。慢慢扶實企穩，碎步行到椅子後面，雙手扶穩椅背，將腳踢向後邊，拉緊阻力帶，保持3至5秒，重複10次。雙手扶穩椅背，將腳向外踢，將阻力帶拉緊，保持3至5秒，重複10次。運動後如果有肌肉酸痛，我哋應該點做啊？運動後我哋有機會出現肌肉酸痛嘅問題，通常會持續1至2日先會消失。如果有咁嘅情況，可以喺下次運動嘅時候調節運動嘅下數或者重量，等身體慢慢適應。一啲溫和嘅伸展運動亦都可以幫助到我哋減輕運動之後帶嚟嘅肌肉酸痛。接下落嚟，我哋將會講解下點樣保養橡筋帶。運動橡筋帶嘅保養建議有3：1、清潔，定期清洗，用溫水同埋少量嘅肥皂輕輕清洗橡筋帶，避免使用強烈嘅清潔劑，確保清潔之後徹底沖洗乾淨，然後風乾。第2，妥善存放，避免陽光直射，將橡筋帶存放喺陰涼、乾燥嘅地方，避免陽光嘅直射同埋高溫。第3，我哋需要定期檢查橡筋帶。我哋要定期檢查橡筋帶有冇磨損、裂痕或者變色。如果發現有問題嘅時候，應該及時更換。下肢肌肉鍛鍊運動呢，就學到嚟呢度咯。做嘅時候要記得量力而為啊！大家都要記得 keep 住做，先至有健康嘅身體㗎。加油啊！